来继续看花莲县马太安溪的灾情，这新的崩山哦，昨形成了啊，昨下晡就溢流啊。早起透过直升机啊，空中去观察，但是这云雾真高，无法度看清楚。所以包括下骹的光复、万荣、凤林三乡镇，目前拢犹原是维持警戒。其中啊，凤林镇的长桥里啊，这徛街道路拢是绿谷糜啊，200几名国军兄弟透早就入去内底救灾啊。甲遮尔高的蓝图集中到内库车，才阁杀出去。天一光，200个国军就进驻凤林镇长桥里。国军嘛出动重机具，就是要用上紧的速度协助居民回来家园。哎呦，担心死了啦！又担心人，又担心狗，又担心猫，家里又那个埋20-30公分，又不能动。新的崩山湖提早溢流，乡亲当下拢着急撤离，要附体随身的物件。药物啊，药品那些，对啊，是比较急是吗？因为那些药是平常就要用的吗？小孩子在擦的啦。那是主要干道有蓝图，自家内外嘛是真凄惨。国军等咧拍拼抢通救灾，无管理就惊延前着进度。我们目前公路局的单位以及县政府的单位，还有我们公所的单位，通通在各自的区块在那一边啊做抢救的动作，所以说现场是有一些的杂乱。昨日半暝，马大安溪形成新的崩山湖，提早溢流了后，直升机过灯工就飞到现场，所以为抑搁咧落雨，搁有大雾，就看无啥会清，根本无法度做空袭，做即时的监测。所以伫咧水尾的光复乡、万荣乡、搁凤林镇，原来维持红色警戒。王明里村的路嘛，因为泥淖带来大石头，原来是封起来。水一下来的时候，你要跑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吓一跳，就干脆说就不要下去了，我们就全部都往上。烦恼照顾的个案，原来骑车来看，无奈路无通，干来当转去，加当工才过来。国军当然嘛有照顾到重灾区明里村，赶快来巡查。民力大排那边已经堵住了，水不会进来，所以我现在就利用这个空档，确定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开始大兵力会进来做清理。烦恼灾民，国军投入花莲的救灾是袂当等，两地拢总400外的官兵随时在做准备，希望会当协助灾民量早恢复家园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